们可以开始协调，因为包含还有住宿、移动、交通，那人员的调配、场馆这些都要在短时间内赶快处理好。那像第2轮那时候，我们不是第5站的时候也是一样嘛，就一切以球团为主，因为这是球团的权益。那球团愿意这么做，我们是配合，完全是遵照球团他的想法。因为尤其是主客场这件事情，主场有我觉得比较重要的这个决定权，对，因为要搭配啦。可是疫情期间，联盟就会强势的去主导，对啊。当然还是在安全第一的情况下。这黑哥目前的话，因为现在是后面几站都在合组馆，那如果台北市那边真的不行的话，是会说选择彰化，还是说会有可能在第3方的城市？这我也是想要问他们，因为如果我们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有找第3方了，可第3方也会担心他们批文不过，就还是要报备嘛。因为我们这么多人，突然间疫情期间没有人敢负这责任嘛，所以在场馆的部分的话，因为市政府是知道我们现在做的这个，然后包含防疫的各项的措施，还有 report， 我们其实都很早就送。那如果你再找另外一个城市，你有可能要这个流程的问题，然后有没有办法直接找到场地，这些都是问题。对，可是还是希望啦，就是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我们的赛事赶快处理。那因为这2队比较悲情，原因就是去年 ABL 的时候也是未完的赛季。对啊，就是连续2年都没有一个，因为比赛是这样嘛，你打联赛或你参加任何联盟，你最后总是要有一个结局或结果。那在 ABL 那一段期间，就2队都因为 COVID-19 没有分出一个胜负，那就不希望我们元年冠军没办法出炉嘛。可是各项的可能性我们都有在想，那万一真的有状况打不完，我们是不是还可以停下来，等稳定一点再把冠军拼一场出来？简伟如晃了一下往禁区走，底线被封死的情况下，球给志杰，这一球根本就会出手，比数超前了，球给志杰，哇！这是一个价值连城的超前3分弹。没错，富邦勇士的胜利方程式就是球给志杰了。哦，林志杰拥有非常强悍的心脏啊，在这个决胜时期勇敢的出手。然后杨振野这个过紧的传球，哇！林志杰显得比赛瑟夫更为兴奋啊。对，这个球，对，哇，这个有点 no looking pass。对，过紧传球是用身体的晃动之后，找到了空隙，传给了赛瑟夫。林志杰只要一个晃动，哇！现场就是惊呼声啊！勇士的防守蛮成功的，地板球林志杰蔡文成的 leading pass， 暂停了，太嗨了，打嗨了。基本上怎么投都不进了，像德威那场比赛11投仅1中，对，但到第4节他们全部都打开了。野兽的 long two， 阿吉也算是近期的梦想小跑车，打出他自己的身价，本土最高的39分。目前他保持了这个长传球，给到前场，又是个失误，李德威的失误。南洋小跑车，赖廷跟拉杆，杰伦样不客气，盖他一波，哇，整个也摔出去，不过分数被志杰拿到。是换位防守，李德威在面对林志杰，后弹跳了出手，林志杰为勇士送上遥远祝福。双方的第1季3分球，林志杰切入计算。因为有时候你一个人拿太多球的时间太长，你这要4、5秒，你又被包夹的话，那你传出来有时候不一定是好的机会。球哦，不要让彼此受伤就好了。志杰停在40度角，在外线接到球之后出手，接球，志杰要跳出来了。哦，志杰的大好3分，大好3分球，再为勇士送遥远祝福。我自己这个后撤步，哇！林志杰，哇！再为勇士送上祝福。就是林志杰一开始有蛮多侧动快攻的机会，
球哦。对，这是基本动作。 2月以来，林志杰只打这是第5场比赛而已。哇，篮下的机会，对，再回给志杰，志杰切入禁区，一个背后传球，飞上去破扣篮筐，迫降在梦想家禁区。哇，这是一个过境的传球啊！林志杰切入，直接左手传给这